有看到嘛？有看到老師咱先生切過來點樣？互相把油大家愛好食的東西有看到嗎？有看到的婷宇，你會下手有看到嗎？有看到比 OK， 你就看到比他 OK。有嗎？你有沒有看到新的網頁？有維凱有看到嗎？你有沒有看到？維凱有看到嗎？有看到的話，你就打個 OK， 說比 OK。OK， 好，很好，那表示你們都有看到這網頁哈。好，那你現在邊聽老師說，你看我們網頁上面呢，有好幾個不同的腔調，對不對？好，有四線腔 C 音呢，還有大埔腔，還有一個是饒平、招安、南勢線，還有海陸，總共它會有6個腔調哈，四海、大平安、南勢線。好，那麼我們現在講的呢，叫做大埔腔、太埔腔。那我們現在上課的時間都是固定禮拜四下午2點半到3點10分啊。禮拜做下拜四，禮拜四老師會跟你們在線上電腦前面跟你們見面。那平常呢，如果你想要多看多學的話呢，老師給你看一下這個網頁哈。這個網頁你可以到這邊來打客語一家人。來看一下客語一家人長什麼樣子呢？來，我們來看一下哈，有沒有？你打客語一家人，客語一家人，我們就會進到這個叫做學習教材上面，這個叫做以上愛好食的東西，我喜歡吃的食物，然後這個是以後我們都會上的愛會聽小冷衫。我會幫忙晾衣服。這個呢是愛去個屋卡，我住的家。這個是行路去學校，走路去學校。這個是保護形體，保護身體。抗陰晴，你猜猜看什麼是抗陰晴？那個婷宇，你回答，你猜猜看，你知道什麼是抗陰晴嗎？婷宇，你猜猜看什麼是抗陰晴？你猜猜看，好，你如果不知道，你就說愛唔知，愛唔知就是我不知道。婷宇知道嗎？什麼是抗陰晴？你猜猜看，抗陰晴是什麼意思？你猜猜看。好，那凱維換你，要看呢。你猜猜看，什麼是抗陰晴？它是一個遊戲，你們小朋友下課都會玩的。不過你要看呢，你猜猜看是什麼呢？你猜得到嗎？猜不到你就搖搖頭。搖搖頭。好，那先生同講哈，先生就是老師啊，先生同講抗陰晴就是捉迷藏躲貓貓啦啊。那我們今天呢，我們最主要上這個愛好食的東西，我喜歡吃的食物。好，那麼我們現在在上課之前，我們先聊一下。來，婷宇，等一下你開麥克風哦。你有沒有自己喜歡吃的食物？好食吧改，你自己喜歡吃什麼？好食吧改。好，婷宇，你可以回答。你如果會用客家話講，你就用客家話回答，那不會你就用國語回答也可以。來，婷宇，好食吧改，你喜歡吃什麼？婷宇聽得到嗎？婷宇，好，那凱維你先好了。凱維，好食吧改，你喜歡吃什麼？你平常喜歡吃的食物有什麼？凱維有聽到嗎？凱維，你平常喜歡吃什麼？你早餐都吃什麼？你早餐有吃漢堡嗎？沒有。好，你就吃胖係吧？
熟胖就是吐司面包，你就吃吐司嘛，有嘛？有啊，你就吃薄嘛，薄是什么？包子有嘛？啊，就系吃馒头，馒头是什么？馒头。啊，你嘛解？有点挑呢嘛。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得清楚啊，至少说我们有听到说我们可以跟他讲说，老师来教他。对啊，因为我就在测，有嘛？不是同步嘛？对啊。凯维，你就选就是挑，有点挑呢嘛？因为怕声音在里面。有嘛？挑呢是什么？挑呢是什么？豆浆。哦，挑呢是豆浆。好，那婷宇 ，Hello， 婷宇有看到老师吗？有哈，那你回答老师，你就选早上哦，你就啉挑呢嘛，挑呢就是豆浆。老师问你没有喝豆浆？有吗？没有。没有啊，磨就是没有磨。好啊，再来，你又是胖嘛？胖是什么？胖不是很胖哦，胖是什么？吐司面包啦。哎，胖，你就选择去胖嘛。你有吃吗？有吃就。那你可以告诉老师，你早上吃什么吗？哎，你就选去吧，改，就选啊。早上你都习惯吃什么？你的早餐是在家里吃呢，还是在外面买的？外面买的。哦，我 boy 买嘅係嘛？我 boy 買嘅哈，外面買的。那凯維揮揮手，凯維 ，Hello， 凯維，好，凯維，你早餐是在家里吃還是在外面吃呢？家里。哦，家里就是 vodka， 跟我說 vodka 就是家里。好，那我們剛才稍微討論一下，就是平常我們早上吃什麼。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電子書哦，老師要切換變成電子書了。好，電子書裡面，我們先來聽聽看哈，先看看我們這課的動畫有什麼。好，我們先聽一下哦。阿公，唱我唔識走。哦，我剛才切成別的腔調。來，現在老師要播的是大埔腔。阿爸，請問唔識叫好心乜解？唔係好心乜解？唔愛唱阿爸識叫希無？唔係啦，林子先生講，愛識叫讀書做事將留熱氣唱。調查木卡人是叫好心乜解？哦，好，我們暫停一下。來，剛才那個婷宇，你有沒有看到動畫？有看到嗎？有嗎？有看到啊？有聽到聲音嗎？有哈。好，凱維，你頭先有聽到了動畫嗎？你有沒有聽到？有看到嗎？有啊？有聽到聲音嗎？有哈。好，那我繼續播哈。先生繼續將你樣片本唔看啊，先看得到哦。哦，原來係安尼，我好識幫亂包。我哋安尼好心乜解？安尼好心吹條板。阿姨真嘅係男人幹，談到對。阿姨，梗係唔知阿爸好識乜解？阿爸好識包，尤其係香噴噴嘅中藥包。啊哈，我唔錯，識包當挑呢，一定好識。阿妹，想問好心乜解？大做無限之家，是麵包同牛奶，形狀又方便。阿姐，好心乜解？我好識漢堡同果汁。大家好識嘅東西，做下冇共用。阿哥，唔用說冇乜我好心乜解？唔是我咩的，好識糖。阿姨，糖係當得，是唔得轉盤先。
ngày đi á nè họ thêm à có chỉnh菜個阿妹，講叫無識到，唔做嘅菜頭八呢。聽講係禮拜六閒閒來打一場菜頭班來食，á nè ngày thông thêm siêu 老辣。阿達好，那我们这个动画先暂时到这边结束哈。你觉得这个内容，老师问一下，第三问题哦，婷宇唔要知道了解动画对你来讲有当困难吗？你会不会觉得很困難 ？Why 吗？會不會？會，你說 Why？ 婷宇回答 Why 嗎？你對你來講簡單也係困難。聽得是嗎？婷宇，你覺得你聽得懂他講什麼嗎？聽得是嗎？聽得懂搖點頭，如果聽不懂就搖頭，聽得是嗎？聽唔是哈。過來哦，凱維幫你哦。凱維，你覺得這個動畫對你來講是困難還是簡單？簡單還是困難？簡單哦，那你都聽得懂嗎？聽不懂，那怎麼會是簡單？你覺得它裡面講的意思，你如果不要看字的話，你知道他在講什麼嗎？不知道，好，沒有關係哈。好，那沒有關係，剛才我們那個只是動畫而已。那我們來看一看，它裡面有介紹什麼呢？我們從最簡單的開始，這個是什麼？你看到老師的畫面，這個是什麼？來，婷宇，你說說看，這是什麼？兩黑八蓋。牛奶。哎，好，牛奶要怎麼講？牛奶，跟我說一遍，牛奶。牛奶。好，這個凱維，你說說看，牛奶。牛奶。奶就是奶哈。那如果是豆漿，就是 tail 奶，有沒有？你看都有奶，都有一個奶。好，來跟我說一遍，牛奶。很好，婷宇換你說牛奶。牛奶。這個是什麼 ？tail net。tail net， 好，念一遍 tail net。那個凱維，你說說看 tail net。tail net， 好 tail net。那你如果說在家裡自己想要練習的話呢，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綠色的麥克風？有沒有？你給它點下去，你看看會怎麼樣哦？現在老師，你看新生你們點它很快的哦。點嗎？牛奶。有沒有聽到聲音？牛奶，再一次。牛奶。好，我們講一次牛奶。很好，好，換那個婷宇，牛奶。牛奶。好，那你們愛喝牛奶嗎？好啉牛奶嗎？有好嗎？好就是喜歡，你好啉牛奶嗎？那個婷宇，你好啉牛奶嗎？你喜不喜歡喝牛奶？好啉嗎？好啉就點點頭，喜歡點點頭。好啉嗎？喜歡你說好就是喜歡。婷宇，你有喜歡喝牛奶嗎？有沒有喜歡？婷宇，你聽得到老師聲音嗎？你是用麥克風，你是用耳機嗎？老師好像沒看到你戴耳機，對不對？婷宇，你聽得到老師的聲音嗎？婷宇回答老師。聽得到。聽得到哈。那你喜歡喝牛奶嗎？不喜歡。不喜歡要怎麼說？某號，說某號。某號，對。那凱維，你喜不喜歡喝牛奶？你好啉牛奶嗎？某號哦，你也不喜歡哦，為什麼？是因為會拉肚子嗎？我小時候也不喜歡喝牛奶，因為我喝牛奶我也會拉肚子，所以你看某號，跟我說一遍牛奶。牛奶愛某號，我不喜歡牛奶愛某號。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哈，我们来看第二个，来薄，跟我说一遍薄，好，也薄，评语薄，包子就是薄，我们听听看哦。包好，包好，那为什么会说？包有时候我们会说薄，有时候一个字会说薄，哦，那是变调的关系。好，那里面有可能包肉啦、包菜的哈。如果是包肉的，跟我说一遍，肉包、肉包、书包，肉包很好。评语肉包，评语你说肉包，肉肉啊，肉包。啊，那通常我们都是包猪肉比较多，所以有人会说猪肉包。评语你说猪肉包，肉包。来，评语你说说看，猪肉包。肉包，哎，猪肉包。凯维你说猪肉包，猪肉包，很棒哦，猪肉包。那如果是包菜的，你们要怎么说？菜包，菜包，菜包。评语菜包，换你说评语菜包，菜包，哎，菜包，凯维你说说看菜包，菜包，我今天凯维很棒哦，凯维你说菜包答对了，所以呢，有时候吃素的人是要吃菜包还是吃猪肉包？吃素的，你猜猜看。评语你觉得呢？吃素的要吃什么？吃素的要吃菜包啊。那如果有人喜欢吃猪肉包，有人喜欢吃菜包，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没有别的。这个是黄豆做的，叫做 tail nan。好，跟老师说一遍，从新鲜公益豆 tail nan。好嘿，tail nan 不是 tail nan，tail nan。好，来评语你念给老师听听看 tail nan。好嘿，tail nan 再一次 tail nan。好嘿，再一次哦 tail nan 很好，再一次 tail nan。好嘿，好，换那个维凯你说豆浆要怎么说 tail nan。挑蛋，哦，太棒了，再一次 tail nan。挑蛋，喝豆浆 lim tail nan。有挑蛋， lim 就是喝 lim tail nan。有挑蛋，tail nan 很好。再来果汁果汁，啊，果汁也有人说果汁，来，我们来听听看，果汁果汁，啊，啉果汁。好，来这个凯维，你说一遍果汁，高级，果汁。高级，你念汁的时候，嘴巴要把它合起来，你看好谁嘴巴哦，果汁。好，你再一次果汁。高级，汁，嘴巴合起来，像老师这样，果汁。高级，答对了。好，换评语，评语你念一下果汁，果汁。高级，嘴巴要合起来，最后一个要合起来，果汁，高级，果汁，汁。好，再看老师的嘴巴，果汁。好，再一次。来，评语你试试看，再一次，果汁。高级，好棒，好果汁，果汁就是果汁。那我们来看看有3个饮料哈，我们这一课有3个饮料，一个是牛奶，一个是 tail nan， 一个是果汁。那喝牛奶跟老师说，从新鲜公豆啉牛奶，好，2个一起来哦。评语跟那个凯维，我们 NQ 下了哈，啉牛奶。有蛋，啉就是喝啉牛奶，一起来啉牛奶，有蛋，很棒。好，再来喝豆浆，啉 tail nan， 有挑蛋，啉 tail nan tail， 啉 tail nan， 啉 tail nan。好，
再一次林头嫩，林头嫩，对，很好。再来林果汁，林果汁，哎，林的时候，你看老师的嘴巴也是要合起来，林，再一次林，来念一次林。哦，我有看到凯维的嘴巴很棒哦，林，再一次林，哎，林果汁，再一次 keep 嘴巴要合起来，林果汁，再一次林，你看老师嘴巴，林果汁，林果汁，哎，喝果汁。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我们每天一定要吃饭。来 ，pond，sheep pond。好，这个一定要学啊！你今天回去就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学讲这一句话，就是叫爸爸妈妈吃饭。sheep pond 六，好，跟老师说 sheep pond 六。来，婷宇，你说说看，今天回去马上就可以用这句话了。sheep pond 六。哎，对，我们今天上完这一课，至少这一句要会讲哦。回去叫我爸爸妈妈吃饭，你就说阿爸阿妹10碰6，爸爸10碰6，来说一遍，爸爸10碰6。来，婷宇，你说说看，叫爸爸吃饭要怎么说？阿爸10碰6。来，婷宇，你练习说说看，叫爸爸吃饭怎么说？爸爸10碰6。爸爸你10碰6，再一次哦，好，那换叫妈妈，妈妈我们叫做阿妹，好，阿妹10碰6，试试看，阿妹10碰6，阿妹10碰6，哦，好棒，好，先换那个谁，凯维，你叫爷爷，你在家里你怎么叫你爷爷？你是叫阿公还是叫阿爸？你怎么叫你爷爷？还是叫阿公？阿公。哦，你是叫阿公哦。那你叫你的奶奶，你都怎么叫？你是叫阿内还是叫阿婆？阿婆。哦，你是叫阿婆哦。好，那因为我们大埔腔哦，一般我们叫爷爷奶奶，我们都是叫阿爸阿内，但是每一个家庭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些人叫爷爷奶奶叫阿公阿嬷。哦，那有是叫阿婆啊，阿公阿婆，好，这个都没有关系。好，那你下回去要叫阿嬷吃饭要怎么讲？阿嬷10碰6，来念一次。阿嬷10碰6。阿嬷10碰6。哦，这么棒！哇，你阿嬷今天听到会很高兴。好，来，凯维你再一次哦。阿嬷10碰6。阿嬷10碰6。10碰。10碰，再一次碰，碰不，对碰啊，这个音不好发，对不对？好，来，再来，这个是小朋友最喜欢吃的，这个叫做什么呢？零食啊，跟老师说这个要怎么念呢？懂。跟我说一遍，懂的，说一遍，懂。这个念得很好，懂的。凯维，你喜欢吃懂蛋吗？你喜不喜欢？好吃懂蛋吗？喜欢。啊，你吃完有没有刷牙？哦，你要刷牙，记得哦哈。你吃完一定要记得要刷牙。懂蛋哦 ，ship 哦 ，say 入牙器。啊，那个婷宇，你好吃懂蛋吗？你喜欢吃懂蛋吗？你喜不喜欢吃？喜欢哈，懂蛋。那你都吃什么？你都吃什么懂蛋？什么是你最爱吃的懂蛋是什么？饼干，饼啊，有没有其他的懂蛋？你喜欢吃统一面吗？那个张庭宇，你喜欢吃统一面吗？不喜欢。喜不喜欢？你不喜欢统一面，那你喜欢什么零食？你去自己大概懂蛋，你喜欢哪一个懂蛋？想想看，还是那个凯维，你喜欢什么懂蛋？你喜欢哪一种零食？你喜欢口香糖吗？喜欢。
哦，口香糖你知道要怎么讲吗？书念头，因为它像橡皮筋一样，所以呢，口香糖是书念头。好，但是这些都叫做懂得哈，跟我说一遍，懂得，懂得，看老师的嘴巴，得，懂得，很好，懂得。好，那再来看这，哦，这个很简单，这个是你们最喜欢的桶，跟我说一遍，桶。桶，这个应该很好发音，对不对？来，婷宇，你好是桶嘛？桶，来，再一次，婷宇，你念一遍桶。桶，哇，你们今天这个念的最好，桶。再来，凯维，桶。好是桶啊，喜欢吃糖就是要刷牙哈，是桶。后来，哇，这个应该也很简单，这个怎么说？面包，来说一遍，面包。再一次，面不知道，面包，不知道就再一次，不知道，再一次，面包，面包，好，面包。那我们来复习我们今天看过的几个哈，这个是什么？牛奶，牛奶。好啊，这个是什么？宝。这个呢 ？tail net。不是 tail net 哦 ，tail net。好，再一次 tail net。好，凯维 tail net。好，那这个是什么？过节。还有 pond。不是胖哦 ，pond。对 pond。来，那个谁，婷宇，你念一遍，老师听听看 ，pond。很好，懂得。好，这个你们最喜欢的桶。好，最后一个呢，面包。好，那老师现在滑鼠点到哪一个？你告诉老师啊哈。这个是什么？两黑八盖。哇，谁讲的？举手。谁讲的？那是婷宇讲的吗？婷宇，你说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宝。好，包也可以念宝。再一次，这是什么？宝。好，宝。好，那再来这个凯维，这是什么？凯维，两黑八盖。懂得。好，这个婷宇两黑八盖。懂得。过来哦，你较简单，这个比较简单，婷宇，哇，你讲诶，係乜嘢？婷宇講嘅係婷宇兩黑八盖。婷宇兩黑八盖。这里面两黑八盖。糖，答對了。來，李凱兩黑八盖。凱維啦，感謝老師講出去。凱維兩黑八盖。桶。過來婷宇兩黑八盖。这是什么？两黑八盖。面包。好，來過來，兩凱維兩黑八盖。面包。好，來再來，我們來看一看。哦，這個我們每天都要吃的，幾乎每天都要吃的。怎麼念？婷宇，你是在念本心先聽嗎？你可以念給老師聽嗎？這要怎麼念？还是不会？快答對了 ，pond。
好，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回去练习这一句哦，跟爸爸妈妈或者阿公阿嬷阿达阿内说10.6，来一杯气10.6。要大声哦！你讲太小声，有时候爷爷奶奶会听不到哦，哈。你要说10.6。你们在家里吃饭会叫爸爸妈妈一起来吃饭吗？会不会叫阿达阿内或者哥哥姐姐来吃饭？会吧，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现学现卖，回去我们马上去讲这一句，就说10.6。来，再跟老师说一遍10.6。10.6。大声一点哦，要大声才听得到哦。那个凯维10.6。然后我们讲话的时候呢，也还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表情哦。你不说10.6，好像很生气，对不对？那我们要开心一点啊。他说10.6。凯维10.6。哦，好棒，这样子听起来那个饭很好吃的样子。好，换那个婷宇，你要叫阿达内吃饭，你要很开心。10.6，再次。10.6。好，再开心一点，现在只有50分的开心，我们来加，往上加，来10.6。10.6。哦，有60分哦，再开心一点，70分的，来10.6。10.6。哦，有比他高兴一点哦，来，凯维，你比他再更高兴一点，10.6，开心一点，10.6。哇，这个听起来就很开心，再次10.6。这个就是叫爷爷奶奶吃饭的时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一课里面的课文。第一句，我们里面有好多个主角哦。第一个是谁呢？阿琼就是那个他里面一个小男生的角色哈。我们听听看他讲什么。阿达，想问你是叫好心吗？该？好，阿达，谁是阿达？猜猜看，谁是阿达？阿达是谁？爸爸。那凯维呢？你觉得阿达是谁？刚才婷宇说。猜猜看，阿达是谁？爷爷。你猜猜看是谁？阿达是谁？爷爷。你觉得是爷爷还是爸爸？爸爸。哦，你们两个都猜错了。阿达是谁呢？阿达就是爷爷。爷爷啦哈，不是阿公啦。那你们在家里有时候可能会叫阿公或者阿公。那客家人有时候会叫阿达阿达阿内爷爷奶奶就是阿达阿内。请问食蕉好18盖，有没有看到这2个字？10招，食蕉就是吃早餐。跟我说一遍，食蕉。食蕉，凯维，食蕉。食蕉就是吃早餐他在问那个爷爷说，你早餐的时候啊，你喜欢吃什么？阿达，请问食蕉好18盖，你早餐喜欢吃什么？我们来听一次哦。阿达，想问你是叫好心吗？该？阿达，想问你是叫好心吗？该？食蕉就是吃早餐。好，那婷宇老师问你，食蕉好18盖，你早餐喜欢吃什么？我们刚才有学到好几个，对不对？你看我们刚才食蕉，哇，这些都是我们早餐吃的东西。你食蕉然后18盖，这里有哪些是你爱吃的？婷宇，你说说看。婷宇，你说说看。婷宇，你早餐喜欢吃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哇，你看我们哪一个？你喜欢吃面包哦。可是只有吃面包很干，对不对？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啊？你喜欢配什么？你有没有喝这个？你有没有？还是你只有喝白开水而已？那这个浓密。你好啉嘛改？豆浆浓密。你喜欢喝豆奶吗？喜欢。你喜欢喝豆浆吗？喜欢吗？喜欢哈，你好啉豆奶。
那凯维呢？凯维，你早餐你是食拢食八盖，你是食好食八盖？面包。哦，你们黑好吃面包哦。啊，你们都习惯早餐都吃面包。那面包干干的，浓啉八盖？然后啉果汁、牛奶还是挑奶？挑奶。你喜欢挑奶哈？啉挑奶很棒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哦。你喜欢啉挑奶？好，这时候阿达爷爷讲咯，爷爷要讲话咯，你听一遍，爷爷讲什么呢？阿达讲乜嘢？本来好食八戒，想爱唱阿达去招黑魔。好，你看一下后面有2个字哈，他说黑魔，黑魔就是是不是？你问人家问题的时候，后面就说黑魔，就是是不是？用爱唱阿达，你想要请我吃早餐吗？是不是啊？你想爱唱阿达去招黑魔？你跟我说黑魔。平语，你想阿达去招黑魔？黑魔，你想请爷爷吃，你就说想，就说嘿，你想阿达去招黑魔？嘿魔。想要就说嘿啊，不想要就是嘿，嘿还是嘿？嘿还是嘿还是嘿？嘿就是是，好，我们只要说是不是就说嘿，嘿嘛，是，嘿，好，那凯维，你是要听阿达去教嘿嘛，嘿嘛，嘿就是是哈，这句话我们把它学起来，嘿嘛，嘿就是是，嘿。嘿，嘿，好，那如果不是呢？不是要怎么说？嘿，好，评语说嘿。开高了吗？那我们现在放可以，好不好？那你先走。来，评语你说不是的话就说嘿。你讲一遍，你讲一遍本身声听，好，大声一点哦。评语嘿。你坐进来，你坐进来。来，评语你说一遍嘿。嘿。好，换凯维，凯维不是要怎么说？嘿，嘿，好，我们听阿琼讲嘛该哈，阿琼说什么呢？嘿啦，您自己先讲，我是叫福州中学杨林。好，你看阿琼。嘿啦，您自己先讲，我是叫福州中学杨林。嘿啦，您自己先讲，我是叫福州中学杨林。好，有听到阿琼刚才说吗？他不是要请爷爷吃早餐啦，哈，所以他说嘿啦，跟我说遍嘿啦。很好，来，凯维你说说看，不是嘿啦。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等一下我们3点10分是刚下课的，是在1分钟我们就要下课了。那你告诉老师，我们今天的重点哦，就是这个网站呢，教材叫做什么名字？跟我说遍，课语一家人。课语一家人。好，海维姆说，我们今天这个教材叫什么名字？课语一家人。好，那你们回去的时候呢，可以练习进去上去看看哦。它现在有1年级上学期跟1年级下学期的教材哈。那你点选进去之后呢，我们今天上的是这一个，老师操作一次给你看。好学的东西。那进去之后呢，我们有6个腔调，我们讲的叫做什么腔？太浦腔，跟老师说太浦腔。大浦腔。大浦腔。好，你点进去之后呢，它会有课文，这个是我们的电子书，然后会有动画，然后会有一个叫做生词。好，我们今天回去都可以练习哦。那下次上课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下一次我们上课是礼拜几？礼拜四。礼拜四，那一样，我们2点半，我们一样在电脑前面见面，好不好？好，那跟老师说再见要说什么？谢谢。谢谢。那我们客家话叫做罗拉先生，罗拉，跟我说遍罗拉。罗拉
有寒将来了哦。我们客家话不会说再见，我们客家话都说有空再来玩。啊，有寒将来了哦，跟我说有寒将来了哦。我听不。哦，这个有点长。好，有寒，跟我说一遍。有空的话，有寒。有寒。跟我说一遍，有寒。有寒。有寒。好，再来玩，将来了。将来了。好，这个我们以后都会用到哈，没关系。好，有寒将来了咯，老师要跟你说再见了。好，有寒将来了哦，拜拜。